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屋企嗰個青春期仔女好似外星人咁？佢哋由細個嗰個黐住你，同你講秘密嘅小天使，突然間變咗做一入房就鎖門，問一句答一句，甚至係講一句頂三句。你問多佢一句，佢就話你好煩，關你咩事？作為父母，其實我哋聽到都好傷心，我哋會諗係咪我做錯咗啲咩？係咪我唔識教？定係佢學壞咗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台灣作家彭菊仙嘅書《家有青少年之父母生存手冊》。呢本書唔係講咩高深嘅心理學理論，佢係一本充滿求生技巧嘅書。作者有3個仔，佢經歷過3場青春期風暴。書入面講出好多父母嘅不知所措，內心對自己嘅質疑，同時亦都提出咗好多實用嘅方法俾父母，等我哋可以好好調節自己，陪青少年好好走過呢場風暴，又唔會破壞大家嘅關係。今日我就將呢本書嘅精華整理咗5大生存法則，希望幫大家反同仔女溝通嘅節奏。喺書入面，作者提到青少年要面對好多壓力，咁我哋嘅青少年又面對緊咩挑戰呢？都真係唔少，就好似高壓嘅升學制度、DSE 一試定生死，學生讀書壓力大，仲有補習班、課外活動又塞滿晒啲時間，電子產品嘅誘惑，現今呢個世代人人都機不離手，好多時父母同仔女嘅衝突都係由唔准玩手機開始。仲有居住空間狹窄，香港家庭普遍比較細，想搶個私人空間冷靜下都難。呢個好多時係令情緒爆發嘅催化劑。仲有朋輩之間嘅相處關係。書入面提到，作者話做父母嘅好多時都想同仔女講道理，但青少年最唔中意就係聽人說教，就會導致成日都出現嘅情況。媽媽苦口婆心講，我都係為你好，仔女就覺得你根本唔明。作者話，青春期係仔女大腦整合嘅時期，大腦喺度進行大規模嘅裝修，掌管理智、控制衝動嘅前額葉仲未搞掂，一般要到25歲先發展完成。但掌管情緒感覺嘅杏仁核就已經急速發展緊。呢個時期，青少年非常自我，佢哋要確立自我，即係追尋緊我到底係邊個，我要去邊，我嘅能力係咩。總之佢哋就係要準備成為一個獨立嘅個體，所以一定要同父母分化。當父母強行要控制佢哋時，其實係阻礙緊佢哋成長。我哋嘅目標唔係要贏過仔女，而係要留住呢段關係，做好陪伴嘅角色。咁可以點做呢？我喺書入面歸納咗5個方法，配合返我哋香港父母嘅情景，大家跟住嚟做，一定會有正面效果。第一，情緒抽離，做一個高 EQ 嘅觀眾。書入面強調，當仔女情緒爆發時，父母千祈唔好捲入去，即係唔好俾仔女情緒牽住走。例如佢話你煩唔煩啊？乜都唔識就唔好嘈啦，關你咩事？如果你冇過濾，你會覺得好受傷，覺得佢唔尊重你，然後你會大聲鬧返佢。如果你啟動過濾，你會明白佢其實係表達緊我而家好大壓力，或者我想要自由。記住，佢嘅身體係大人，但大腦嘅控制力仲係個小朋友，所以佢哋會莫名其妙咁好嬲、敏感、講嘢衝動、回答簡短。但呢啲都唔係要針對你，好多時係佢哋自己都控制唔到嘅生理現象。第二，傾聽嘅藝術，少講道理，多聽感受。青少年最反感嘅就係父母嘅說教。書入面提到一個非常關鍵嘅時刻，就係當孩子願意同你分享心事嘅時候。想象一下，今日你個小朋友好唔容易走出來，同你講：媽咪，今日喺學校我同邊個反咗面。呢個時候，好多父母第一個反應係咩呢？好多都會咁講：你係咪又亂講嘢得罪人呀？我唔係同你講過唔好同佢玩咩？你應該要學下忍耐啊。作者話：如果你咁樣講，咁就弊啦。你將仔女願意同你分享嘅寶貴時刻變成咗說教大會，一次、2次之後，佢哋嘅腦就會建立一個連結，同爸爸媽媽講嘢等於被人鬧，等於有壓力。從此以後，佢學識咗2件事：一係唔再同你分享心事，一係變成喺你面前一個樣，喺你背後有另一個樣嘅雙面人。溝通嘅第一原則係乜嘢呢？係要先處理情緒，再處理問題。當仔女同你分享時，一定要忍住，唔好咁快回應。
聽佢講完先，然後回應佢嘅情緒。聽起嚟你好撚口，發生咁嘅事你一定好難過，先俾佢知道喺你呢度係安全嘅，可以講咩都得，唔會俾人否定或者責備。咁樣佢哋第時喺出面遇到咩困難，都會返嚟同父母講，因為你俾到佢安全同信任感。要忍住唔出聲，一啲都唔容易。但係溝通技巧就係要學同練習，呢個係父母要進步同提升自己一定要做嘅事。第三，尊重自主權，父母要由經理變成顧問。以前讀小學，父母係經理，管晒仔女嘅起居飲食、學業安排，但讀中學，父母就要升格做顧問。咩意思呢？即係比起幫佢規劃時間表，不如問佢，你覺得點樣安排可以令你讀得輕鬆啲？千祈唔好咩都幫佢安排晒。父母最中意講，我都係為你好，仔女覺得你都唔尊重我。父母可以俾空間青少年佢哋自行選擇做決定，只要唔係大嘅錯誤，即係犯法或者人身安全有關，都交翻俾佢哋喺錯誤中學習，承受自然後果，咁我哋先會學識為自己言行負責任。當然啦，如果佢主動問你意見，你都唔好即刻提供答案或建議，更好嘅做法係問佢一啲問題，等佢諗下先，跟住先再提供合適嘅引導。第四，正向肯定，睇見佢嘅亮點。香港教育比較少讚賞，書入面提到，如果父母只係見到仔女嘅缺點，例如懶、唔聽話、成日打機，佢哋就會變成你所講咁嘅樣。因為人好容易將人哋對自己嘅評價上咗心，攞呢啲評價嚟標籤自己，潛移默化，行為都會跟住去做。既然係咁，不如嘗試將焦點轉去喺佢哋身上，留意一件做得好、值得讚嘅事去稱讚佢。可能只係佢今朝準時起身，主動洗咗碗，或者佢有一樣興趣，例如砌模型、畫畫，跟住由心讚賞。呢種肯定，等佢知道自己都有好處，從而提升自我價值感，仲可以幫助佢哋對抗外在壓力。第五，做父母嘅請好好照顧自己，你要好，佢哋先會好。呢個係最重要嘅一點。作者話，如果你自己每日都係憤怒、疲憊，你係冇辦法教育出快樂嘅孩子。香港父母好鍾意為咗仔女犧牲自己，但請你記住，安排自己嘅 me time，去飲個下午茶、跑個步或者睇場戲，俾自己放鬆、休息一下。當你心情好，屋企氣氛自然就好。呢個係最簡單嘅道理。父母唔好生活裏面只圍繞住仔女，多發展自己嘅興趣，跟朋友見面，學習新知識，又或者發展自己嘅事業。呢啲讓自己更好嘅行為，孩子都會看在眼裏。你發着光，佢都會想同你一樣。身教永遠好過言教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大家會話，講就容易，做就難啦。係，我絕對同意，呢條路係漫長嘅，而且一定會有反覆。有時你嘗試溫柔，佢依然係態度惡劣；有時你忍住唔鬧，佢依然係唔聽話。作者有3個仔，佢係育兒書暢銷作家，對青春期又有經驗，但佢都仍然會因為俾個仔激親太嬲，而要踩單車離開屋企抖下氣。連作者都會有呢啲不知所措嘅時候，咁我哋雖然睇書學咗，但唔一定能夠時時做到，都係正常不過嘅事。請大家記住，青春期係一個必經階段，正如書中所講，父母嘅生存之道，核心在於接納。我哋要接納佢哋已經唔再係小朋友，接納佢哋會有佢哋嘅世界，接納我哋喺佢哋生命中嘅角色，由主導轉為陪伴。我希望大家攞走呢本書嘅核心精神，唔好試圖去控制風，要學識點樣揚帆。當你放低對完美孩子嘅執着，你會發現原來眼前呢個外星人其實同你一樣，都係喺度努力適應緊呢個世界。各位父母請記住，去到孩子嘅青春期，要退下高高在上嘅姿態。如果仲用威權方式，青少年必定會對抗。要有同理心，好好說話，唔使太在意佢哋嘅說話，要學識抽離，做好引導者同鼓勵者呢2個角色。家係避風港，每個人都可以喺呢度做自己，接納、讚賞同關愛都做足，孩子一定唔會差。
最後想送一句說話俾大家：如果你能夠喺呢個暴風雨時期依然做到佢最安全嘅港口，咁你已經係一位滿分嘅父母。多謝大家！如果你喜歡今集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 呢個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我，share 俾同你一樣面對緊青春期孩子而不知所措嘅朋友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